佛学词典名相术语依照原始网站网页档名00001HTM 至05915HTM 排序斜式与斜式同。斜式是立在佛两旁帮助佛教化众生的菩萨。3000九脑又名九难或九恒，即佛在此世间成道及在成道之后所遭遇的9种灾难。1. 梵志女孙陀利棒，500阿罗汉亦被棒。2. 瞻遮婆罗门女系木鱼作腹棒佛。3. 提婆达多推山压佛，伤足大止。4. 密木拉脚。5. 毗琉璃王兴兵杀诸世子，佛时头痛。6. 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食马麦。7. 冷风冻故疾痛。8. 6年苦行。9. 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钵而回。3200430912 OK。9结9种的烦恼。结就是烦恼的别名，因烦恼能使众生结缚于生死。9结就是爱结、贪爱；慧结、甜慧；慢结、骄慢；痴结、愚痴；疑结、疑正法；见结、身见、边见、邪见等；取结、见取见及戒禁取戒；迁结、迁徙财物；集结、嫉妒他人。2324A2N5000。9华山山名，在中国安徽青阳县西南40里，为中国佛教4大名山之一，相传是地藏菩萨的道场。32004300。9想又名9香，即对人的尸体做9种的观想，以便去除人们对幻躯的留恋，以及觉知人生的不净，为观禅中的不净观。1. 心死相，即观出死的人，身硬肉冷，面目可怖，形状堪哀。2. 青瘀相，即观数日未敛，瘀紫发臭，目不忍，手不敢触。3. 脓血相，即观死尸溃烂，肉腐成脓，肠胃溶化，高血欲低。4. 酱汁相，即观腐脓再化，成为血水，处处流出，臭不可闻。5. 虫蛋相，即观腐尸日久，遍体身躯，穿筋裂骨，身如风科。6. 筋缠相，即观皮肉钻进，筋骨犹存，如神树心，得以不散。7. 骨散相，即观筋液烂坏，骨节纵横，零落骷髅，不成人状。8. 白骨相，即观骨骼日久，白如柯雪，雨淋日暴，暴露原野。9. 烧灰相，即观白骨被焚，成为灰烬，如沙如土，还归大地。2320277799926439AA26E3473发232C021577887B32B07B3271427272OK9 text 斜线HTML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34秒 GMT 16:0 A97 4751 9242003 Heights 4271九经三藏12部经中的9部经有大小乘的分别。见9部经条。9部经由三藏12部经中除去方广、受记、无问自说，就是小乘的9部；若除去因缘、譬喻、论义，就是大乘的9部。三藏12部三藏集经、律、论。12部集佛说经分为12类，亦称12分教，即常行、重诵、孤起、譬喻、因缘、无问自说、本身、本实、未曾有、方广、论义、受记。32004164 1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38秒 GMT 16:0 669 4751 9246 003 Heights 4164 9到9有情居。9有情居三界中有情乐住的地方共有9所，叫做9有情居，或9众生居，简称9有，或9居，即欲界之人与6天、初禅天、2禅天、3禅天、4禅天中之无想天、空处、实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32004107 3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40秒 GMT 16:0 431 4751 9248 003 Heights 4173九僧在大法会中领导众僧做佛事的9位比丘，即导师、咒怨师、本师、散花师、梵音师、西藏师、引头、唐达、那众。232A09D 23674D Boldface 7CBC 413 4853B063 323C2 326 288B 5780D 347 FD 0F9CC 61960C 584 12324 SPED 56 132 192,278 F6085 85 853204 5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46秒 GMT 16:0 415 4751 924 1003 Heights 4104 9漏9个漏现人体中不净物的地方，即人的2眼、2耳、2鼻、口、大便处、小便处。32004109 1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52秒 GMT 16:0 443 4751 9254 003 Heights 4109 9种大禅9种大乘菩萨所修的禅定，即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善人禅、一切行禅、除烦恼禅，此是他是乐禅、清净净禅。32004106 7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50秒 GMT 1600年4月2 B 负47519252 003 Heights 4106-7。九窗又名九窍或九孔，即人的两眼、两鼻孔、两耳、一口、两便道，因为它们常流不尽的液体，所以叫做窗。2421214C3B93F9E8621214C0B6127412B6121432727200384722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52秒 GMT 1600年3月4 F 负47519254 Heights 3847。九莲九品莲台，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32004405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56秒 GMT 1600 F 等于 B 负47519258 003 Heights 4405-9。九横宜人恨死的9种原因，即不因饭而饭，不量食，不习食，不出食，只熟，不持戒，禁恶之事，入理不实，可避不避。二人有9种的恨死，即得病无医，枉法诸路，非人夺精气，火焚，水逆，恶兽啖，堕牙，毒药骤举，饥渴所困。三指佛的9横，见9脑条。9脑又名9难或9横，即佛在此世间成道及在成道之后所遭遇的9种灾难。1. 梵志女孙陀利棒，500阿罗汉亦被棒。2. 瞻遮婆罗门女系木鱼作腹棒佛。3. 提婆达多推山压佛，伤足大指。4. 密木拉脚。5. 毗琉璃王兴兵杀诸世子，佛时头痛。6. 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使马脉。7. 冷风冻故疾痛。8. 6年苦行。9. 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而回。2328 5B8F0112C70475253802579042131257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58秒 GMT 1600 62347519225 A003 Heights 4157-1。9时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眼摩罗识。二指眼摩罗识，华译为无垢识，或清净识，即真如，或真心。
3200-4289-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6分58秒 GMT 16:0 B4 B负4751925 A003 Heights 4289 九南见九脑条，九脑又名九南或九横，即佛在此世间成道及在成道之后所遭遇的9种灾难。一、梵志女孙陀利棒，500阿罗汉亦被棒。二、瞻遮婆罗门女系木鱼作腹棒佛。三、提婆达多推山压佛，伤足大智。四、逆木拉脚。五、毗琉璃王兴兵杀诸世子，佛时头痛。六、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使马脉。七、冷风冻故疾痛。八、6年苦行。九、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而回。3200-4119-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04秒 GMT 16:0年4月安负4751926003 Heights 4119.7九类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32C2A846942F7D1034B729C4A109B9C214B14B18914F914F9A3108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04秒 GMT 16:0年4月3 F 负4751926003 Heights 4108.7九变九种菩萨所特有的辩才，即无差辩、无尽辩、相续辩、不断辩、不切弱辩、不经不辩、不共于辩、无边际辩，一切天人所爱众辩。3200-4427-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06秒 GMT 17:0年10月 B7 475192620003 Heights 4427.9九显一密真言宗判十住心中之前九住心是显教，后一住心是密教，故曰九显一密。十住心是密宗的教相判是：一生低阳心，一生为凡夫，凡夫不辨善恶，但念淫时，如彼低阳，此即三恶趣的修因。二于同持斋心，即由外因缘发起善心，或行事善，或持五戒，此即人间之果报。三因同无畏心，即求生天上，离恶去苦，或修十善，此是大乘的助心。以上三心为世间助心，在佛法五圣中属人天乘。四为蕴无我心，即以空人我为存五蕴，
此是声闻乘的助心。5. 拔业因众心，即观12因缘，拔惑业因缘之种，出于三界，此是缘觉乘的助心。以上2心，均属小乘教。6. 他愿大乘心，即其度他之无缘大悲，此是法相宗的助心。7. 觉心不生心，即其8不知正观，无知心性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此是三论宗的助心。以上2心，均属三圣教。8. 一道无畏心，一道即一乘法，生佛不二，净智圆融，无相无畏，一道清净，此是天台宗的助心。9. 即无自性心，缘起无自性，无自性之极致，则世事无碍，此是华严宗的助心。以上2心，均属一乘教。10. 秘密庄严心，秘密庄严即曼荼罗，此是真言宗的助心，是为金刚乘教。2321 DCFF 72491 B8C 9599 3915 517 A 73 B 102320 C 5A 49877 D 356 682 F 00623 B 9687 A 6669 3214 4214 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 08秒 GMT 1600年8月5 F 47519264 003 Heights 4214 了因2因之一，即以智慧去透视事物的原理，如灯照物，了了可见。2因一声音糊了因，声音是能够产生果实的因种，如壳麦等种子是，了因是以智慧去透视事物的原理，如灯照物，了了可见。2正因和原因，正因是正主的因，原因是助缘的因。3200 3825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 06秒 GMT 16:03 39 4751 9262 003 Heights 3825了生了脱生死。3200 3825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 12秒 GMT 16:03 39 4751 9262 003 Heights 3825了悟已经醒悟。232 B 300826 D 6 E 42 B 9 D F 4 D 298 9499 A 5 A 5 E 4167 2329 105 E A 238 7388 F 27 B 5 D 50946 E 4 A 4 E 62 32 B 34905 B 288 F 9 D 7 64 E 38390 B 533 13776 3200 383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 12秒 GMT 16:03 47 4751 9268 003 Heights 3839了一说理非常透彻究竟的意思。
32003845 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16秒 GMT 1600年3月4 D-4751926 C003 Heights 3845了易经说理非常透彻和就近的经典。2326A 25A 0 676 8297 FF 33 F 62 B 3 B 942 32 Dev 58A 0 C 812A 74A 145A 533 F 64 D 4174 13200 4169 3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24秒 GMT 1600年6月9 D-4751974 003 Heights 4169 2入理入和行入。理入是由理性着手，密求真本，入佛之见。行入是由实践着手，实践修心，磨练意志。32003879 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22秒 GMT 1600年3月6 F 4751 9272 003 Heights 3879二立自立和他方。自立是众生本身的界定慧三学，他立是佛菩萨的愿力加倍。3200 4302 2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16秒 GMT 1600 BC 1751926 C003 Heights 4302二邪士又名二邪持或两邪士，即在佛左右协助弘法的人。阿弥陀佛的二邪士是观世音和大势至二菩萨。药师佛的二邪士是日光和月光二菩萨。释迦佛的二邪士是文殊和普贤二菩萨。邪士术语又名邪士。弥陀如来之两邪有观音是至二菩萨。药师如来之两邪有日光月光二菩萨。释迦如来之两邪有文殊普贤之二菩萨，谓之两邪士。From 佛学大词典。232 Live 3 F 8 F 481 A 2313 1066 E 3 C 34 Triple A E D 752 32 D 9 D 891 1312 F 07 F 00 F 850 F 413 D 1752 D 82 327 675 C 1 F 430 D 0 B 3 F 099 B 7 C 7989 F 28 B 3200 3967 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24秒 GMT 1600年3月 C7 4751 9274 003 Heights 3967 22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女根、男根、命根、苦根、乐根、忧根、喜根、舍根、性根、精进根、
念根、定根、慧根、谓之当之根、已之根、具之根。32479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28秒 GMT 17:00年1月 B61 4751 9278003 Heights 4709 28天三界共有28天，即欲界6天，色界18天，无色界4天。欲界6天是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色界18天是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净天、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无色界4天是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在此三界28天中，只有欲界的四王天与忉利天，因依须弥山的地界而居，故称的居天、夜摩天以上，都是凌空而处，故名空居天。四王天、忉利天、欲界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初禅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22禅无量光天、十色界天光阴天、8少净天、天三禅无量净天、净天、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四禅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无净居天、善现天、色究竟天、空无边处天、无色界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32413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28秒 GMT 16:00年5月2 B 4751万92780003 Heights 4132 3。25有业因而有果报生，故果亦名为有。三界的果法分为25类，名25有。其中欲界14有，即4恶趣4洲6欲天；色界7有，即4禅天为4有，令大梵天5净居天无想天为3有。无色界4有，即4空处。2326 B 52845 A 907 JBB 0296 65531 A 179194423237822823 C 9 C 1 C 215 444 A 6806 B 6 BF C 9 CC 23亿2430万04659 6 ED B 37 A 425 E 24 DD 12 A 9385 F 94万3200 4102 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7分36秒 GMT 16:04 401 4751 9280 003 Heights 4102 25神受持5戒的人，时常都有25位善神护卫其身。3200 4148 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7分32秒 GMT 16:00年5月 B1 475 1927 C003 Heights 4148 920部小乘的分派共有20，即上座部、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应部、多闻部、说假部、智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雪山部、说一切有部、独子部、法上部、贤咒部、正亮部、密林山部、化的部、引光部、精亮部。232 D3 9772 7808 EA0 F163 B887 6985 Boldface 80 B2321 39 FF445 ACF 7F179 0220 C287 088 B36 D3200 4134 9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7分38秒 GMT 16:00 545 4751 9282 003 Heights 4134 9二凡内凡和外凡。内凡是快要进入圣位的人，外凡是刚刚闻教起信的人。3200 4141 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7分38秒 GMT 16:00 589 4751 9282 003 Heights 4141 7二土一净土和秽土。净土是诸佛清净的国土，秽土是众生污秽的国土。二报土和化土。报土是诸佛报身所住的国土，化土是诸佛化身所住的国土。3200 4179 32 OK 9 Text 斜線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7分42秒 GMT 16:00 701 4751 9286 003 Heights 4179 3二心一真心和妄心。真心是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心，真净妙明，离一切的妄想，妄心就是虚妄的心，常起妄念而生种种的境界。二定心和散心。定心是禅定的心，也是修定善的心，散心是散乱的心，也是修散善的心。232 F0926 D6 F5 C40 A5 FF 7 C40 4688 66793 232 084 D36150 C72 B6 A0 FC05 C27 N3 B229 A2323 E66 B42760 D390 CC 67 B 486 F 48 B 7 D 7 OP 3200 3985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42秒 GMT 1600年3月 D9 4751 9286 003 Heights 3985 2是今世何来世3200 4173 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44秒 GMT 1600年6月 C9 4751 9288 003 Heights 4173 2世间有情世间和气世间有情世间即众生由或造业所感的生死存亡的色身，也就是有情的正报。气世间即众生所依靠的宇宙国土，也就是有情的依报。2327 5A4A 81 FF 50 DFD 319 A5 B9 CC 499 C 92323 CB 86 D 213 EA7 4 FBA 0303 A519 717 FDF 3200 4171 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50秒 GMT 1600年6月 A1 4751928 1003 Heights 4171 2如意随缘真如和不变真如。随缘真如是一种不守自性的真如，它随染缘而生染法，随境愿而生境法。不变真如则是清净本然，虽随缘千差万别的诸法，但它的自性从无千变。随缘真如如波，不变真如如水。不变之水起波香，但随缘之波并不失水性，以随缘之故，真如即万法；以不变之故，万法即真如。2有垢真如和无垢真如。有垢真如是众生所有的真如，无垢真如是诸佛所显的真如。3在禅真如和出禅真如。在禅真如是有垢真如的别名，出禅真如是无垢真如的别名。3200 4155 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48秒 GMT 1600 617 4751 928 C 003 Heights 4155 9 2光一色光和星光。色光又名声光，即佛身上所发出来的光，无人的眼睛能够看得到。星光是佛心所发出来的光，它恒常照护着一切众生。2常光和神通光。常光是佛身上所常发放的光，如释迦佛一旬之光是；神通光是佛以神通力所发放的光，如释迦佛在说法华经时，特以神通光照遍东方18000国土世。232 C 51109 A7 CD 1030 F9 FD 7903 C9 A3 C 173,200 4176 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46秒 GMT 1600年6月1 475 1928 A 003 Heights 4176 2因一声因糊了音。
生因是能够产生果实的因种，如壳麦等种子是了因是以智慧去透视事物的原理，如灯照物，了了可见。二正因和原因。正因是正主的因，原因是助缘的因。320041751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at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54秒 GMT 1600年6月 D7 475192920003 Heights 4175 二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一切众生在三界六道中，由于善恶业所感，其寿命皆有分限，其身形皆有断别，故其生死名分段生死。三圣圣者以断见思惑了分段生死，但因修道的结果，迷想渐灭，正悟渐增，此迷悟的迁移，每一期皆不同。其中由前期移入后期，恰如一度生死，其变化神妙莫测，不可思议，故名变异生死，或不思议变异生死。3200476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at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56秒 GMT 1700年1月 B6 475192940003 Heights 4766 250界比丘的具足戒。分8段，即4波罗夷，13僧残，2不定，30舍堕，90单堕，4毁过法，100众学，7灭正法。8段见8段5篇条。8段5篇比丘与比丘尼的具足戒分为8段，即1波罗夷，意为断头，是极重罪。2僧残，是残命意，必待众僧行忏悔法而救之。3不定，是嫌疑罪，罪性尚未确定也。4弥萨奇波一提，意为舍堕，舍是指犯罪品物，悉应舍与僧众，堕为犯罪应堕地狱。5波一提，意为堕或单堕，亦与前同。6提舍尼，为可向人忏悔之罪。7众学，为比丘应学的戒。8灭正，为灭习正论。又此8段中，不定、众学、灭正3段，何谓突吉罗？突是恶，吉罗是作，指身口2业恶作之意，如是则8段变成为5篇。兹将具足戒中比丘250戒及比丘尼348戒，属于此8段及5篇者，分别列于附表说明之。名目：比丘戒、比丘尼戒。名目：第1波罗夷48波罗夷，第2僧残13、17僧残，第3不定2无。8段第4舍堕30 30 ___ 堕5篇，第5单堕91 78，第6提舍尼48提舍尼，第7众学100 100，第8灭正77突吉罗，共计250戒348戒。From 佛学常见词汇232101C19C8CA0702B48F739
3847 C3 C62325 N604 495 A72 C4 D316 18A0 D714.12 321 056 C7 D616 B44 D894 2421621 250 C416328 5 003 D6701 B4F01 18 DC D7 C73 C43200 4136 5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7分56秒 GMT 16:0555 4751 9294 003 Heights 4136 5二色身佛的二种色身，即实色身和化色身。实色身就是佛的报身，化色身就是佛的应身。3200 4689 1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 GMT 17 年1月 A99 4751 9298 003 Heights 4689二行见行和爱行。见行是见思二惑中的见惑，爱行就是思惑。涅盘经说，人有二种，一者见行，二者爱行。见行之人多修慈悲，爱行之人多修喜舍。二行明述：一、见行为我见邪见等迷理之惑。即见修二惑中之见惑也。二、爱行为贪欲甜慧等迷事之惑，其中以爱惑为主要，故举意以摄他，即一切之修惑也。行者常作心行，心识之行动也。涅盘经15曰：人有二种，一者见行，二者爱行。见行之人多修慈悲，爱行之人多修喜舍。制度论21曰：众生有二分行，爱行见行。爱多者则乐多富，在外结使行。见多者，多者身见等行，为内结使富。6. 烦恼所知二障之现行也。华严经12曰：妙物皆满，二行永绝。同书超12曰：凡夫二圣现行二障，世尊无故。凡夫现行生死起诸杂染，即烦恼障。二圣现行涅盘便利乐事，世尊无比二事，故云永绝。6. 唐善导就往生净土之行业分别二种。一、正行，正行弥陀法者，此有5种。一、读诵正行，一心专诵净土之3部经等也。二、观察正行，一心专思想观察净土一正二报之庄严也。三、礼拜正行，一心专礼彼佛也。四、称名正行，一心专称彼佛之名号也。五、赞叹供养正行，一心专赞叹供养彼佛也。二、杂行，除以上5正行而修其余诸善万行，回向净土之行者。杂行无量，故对以上5正行而译名5杂行。读诵杂行乃至赞叹供养杂行也。读诵杂行者，除上3部经等，读诵其余之诸经而回向净土之行，乃至赞叹供养杂行，
除阿弥陀佛，而赞叹供养其余之诸佛菩萨，为往生净土之行也。见观经散善义，选择集2行章。From 佛学大辞典。232A026D8232A086D82B3D232C011F-B3D232C1H-TML29 December 2007:58:02 GMT 16/0年3月 F9-475-1929A003 Heights 4117 2利自利和利他。上求佛果是自利，下化众生是利他。32417152 OK9 Text/HTML29 Site 01 December 2007:56:58 GMT 16/0年6月 B3475192980003 Heights 4171 2至一和听一。制衣是佛制定比丘一定要穿着的衣，如比丘的3衣和比丘尼的5衣是。听衣是佛特许听变续存的衣，如长衣是。32416952 OK9 Text/HTML29 Site 01 December 2007:56:58:02 GMT 16/0年6月9 F-4751929A003 Heights 4169 2序诸经开头时，有通序和别序。如是我闻等是共通于诸经都有，叫通序。叙说本经特殊的缘起，叫别序。264B41278 OK9 Text/HTML29 Site 01 December 2007:56:58:06 GMT 16/0年6月 FB-47519291003 Heights 4178 2界一性界和遮界。性界是本性就是界，不待佛制，谁犯了就有罪，如杀盗淫妄等戒事。遮戒是禁戒，佛禁止不许做，如饮酒等戒事。2邪戒和正戒。邪戒即外道所持的牛戒、狗戒等戒，正戒即佛教的5戒、8戒等戒。3定共戒和道共戒。定共戒是入定的时候，自然能够收服身心，防止一切的恶法。道共戒是见了道之后，自然不会再犯戒。这2种戒都是在修定修道之中的，不是受的。3200420172 OK9 Text/HTML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8分06秒 GMT 1600年7月1 475 1929 1003 Heights 4217。二忍一众生忍和无生法忍。众生忍是忍受众生的种种加害而不起甜慧的心，无生法忍是安住于无生的法理而不动心。二安受苦忍和观察法忍。安受苦忍就是众生忍，观察法忍就是无生法忍。三生忍和法忍。生忍是忍受有情的甜骂捶打等凌辱，法忍是忍受寒热风雨饥渴老病等非情的祸害。3200 4165 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8分12秒 GMT 1600年6月7 B 负475192 A 4003 Heights 4165 9。二我执人我执和法我执。与二我见同义。二我见人我见和法我见。人我见是凡夫们不明白五蕴假合的道理，对于自己的身心妄只有一实在的我体的邪见。法我见是凡夫们不明白诸法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于诸法妄只有其实在的体用的邪见。3200 4119 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8分10秒 GMT 1600年4月 A 7 475 192 A 2003 Heights 4119 1。二求得求和命求。的求是众生希求获得快乐，命求是众生希求获得长命。3200 4114 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8分08秒 GMT 1600 477 4751 92 A 0003 Heights 4114 3。二我见人我见和法我见。人我见是凡夫们不明白五蕴假合的道理，对于自己的身心妄只有一实在的我体的邪见。法我见是凡夫们不明白诸法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于诸法妄只有其实在的体用的邪见。2323 6C9B3B320 081 F6CBB2 B394 D4 FCCEBB 82328 8A2 59 CEB 391 B86 1F 891 CF 2320 FB 86284 FB 376 52013 B94 FFC 48 F4225 E18 EC 6 7563 FF 7670 D116 424 D01 232 B7 CB 287 F73991 A80 A62 D6A 1413 557 FBC 3200 4142 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8分14秒 GMT 1600 591 4751 92 A 6003 Heights 4142 5。二见与有见和无见。有见是偏于有的邪见，
无键是偏于无的斜键。二断键和长键。断键是指身心断灭之键，属于无键；长键是指身心常住之键，属于有键。3200、4133、9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14秒 GMT 16:00年5月3 B-47192A 6003 heights 4133 9。二足符足和会足。在6度中，般若是会足，其余5度是符足。3200、4106、5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16秒 GMT 16:04 429 4751 92A 8003 heights 4106 二足尊又名两足尊，是佛的尊号，因佛在有两足的有情中是最尊最贵者。又佛福慧两足，故被称为二足尊。2320A 166A 16 CFF 90 B0565C 9A 8D 46 DFD 2D 2321 B 271 83410 C 620 312 C 652 945 B 83 CC 12 3229 8810A 17390 9625 北2的第4965 F 636 E 3200 4211 5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20秒 GMT 16:00 843 4751 92 AC 003 heights 4211 二身一身身和化身。身是佛为了嫉妒众生而托于父母胎生的身，化身是佛以神通力变化出来的身。二身身和法身。小乘说王宫中出生的肉身为身身，而戒定慧等诸功德为法身，但大乘则说理与智互相凝合的真身为法身，而随机应现的应化身为身身。三真身和化身。真身是佛所证的法报二身，化身是佛应众生机缘变化而现的身。四常身和无常身。常身就是佛的真身，无常身就是佛的应化身。2325 33 F 916 BA 2 B 3 D 6 F 717 V 6 BA 95691 V 5 C 10.0 3200 4167 9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18秒 GMT 16:00年6月8 F 475,192 AA 003 heights 4167 9二受身受和心受。身受是眼耳鼻舌身等50的苦乐感受。心受是人们意识上的忧苦感受。3200 4177 7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30秒 GMT 16:00年6月 F 1475192 B 6003 heights 4177 7二合理和合适和。
理合是二圣者共同断除见思二惑，即共同证悟无畏的道理。是合是对凡僧而言，共有6种，即身合、口合、意合、戒合、见合、力合。以上理是二合，名为僧伽，即合众的意思。320041539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32秒 GMT 160603 475192 B 8003 Heights 4153 2名内名和因名。内名是佛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教法，因名是考定邪正分清真伪的理法，相等于现代的论理学。23272C142C14232B94B9C14232B9C142C826B A6B64232B892 3 F88115 F8156 F554425 8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34秒 GMT 1700年10月 A2 475192 BA003 Heights 4425 二果声闻乘的果位名，梵语叫做斯陀含，华译为一来，意思是修到了此果位的人，死后升到天上去做一世天人，再升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一次，就不再来欲界受生死了。一来相四相之一，四相须陀洹相、斯陀含相、阿那含相、阿罗汉相。相是正向其果位迈进的意思。见四相四果条。四相四果一，须陀洹相即须陀洹果，须陀洹华译为入流，即入圣人之流，此谓须断尽三界88使见惑方能证得。当为断尽时皆为相，以断尽为果。2. 斯陀含相即斯陀含果，斯陀含华译为一来，为其当于欲界的天上人间，各来受生一次，此谓断尽三界见惑外，须更断欲界思惑前6品，方能证得。当断1至5品时皆为相，以断尽第6品为果。3. 阿那含相即阿那含果，阿那含华译为不来，为不再来欲界受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惑及欲界9品思惑，方能证得。当断尽7、8品时皆为相，以断尽第9品为果。4. 阿罗汉相即阿罗汉果，阿罗汉华译为杀贼、应功、不生等义，为永入涅槃，不再受分断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惑及欲界9品思惑，并色无色界8的72品思惑，方能证得。为断尽上2界72品时皆为相，以断尽则为果。3200451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36秒 GMT 17013894751912 BC003 Heights 4501
二法身遗经光明经所说的理法身和智法身。理法身者，诸佛与众生同具的本觉理性，在众生为无明所隐没，在诸佛则为始觉之智而显现。智法身者，始觉之智究竟，与本觉之理契合。二菩萨璎珞经所说的果集法身和应化法身。果集法身就是法性法身，应化法身就是方便法身。三璎珞经所说的自性法身与应化法身。自性法身就是真身，应化法身就是应身。四坛鸾所立的法性法身和方便法身。法性法身是证得法性理体之佛的真身，摄在三身中之法身与报身中。方便法身即是由法性法身而示现的种种方便化益众生的应化身。五圆照所立的理法身和事法身。理法身就是如来所证的真理，事法身就是戒定慧等五分功德法。232AF2642AF25232AF204E10242AF262AF4252324442F30042F2334462F332F42Text斜线 HTML 29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36秒 GMT 16 年5月 475192 BC 003 Heights 4146 二空以我空和法空。我空又名人空或生空，即悟五蕴无我的真理。法空即悟诸法缘起性空的真理。二性空和相空。性空是说诸法皆众缘和合而生，根本没有自性。相空是说诸法缘生的相，都是虚空不实的。32414432 Text 斜线 HTML 29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38秒 GMT 16 年5月 A3 475192 B 003 Heights 4144 二空真如我空真如和法空真如。二圣圣者，悟人我空无之理，名人空、我空、生空，悟后所证的真如境界，即我空真如。菩萨悟法空之理，悟后所证的真如境界，即法空真如。2329 8FF5453 F77 D 3207 B98 3619 234611432325 1V 497 A740 BA 31 CCFB 74506 的比18128732004172322 OK9 斜线 HTML 29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44秒 GMT 16 年6月 BB 475,192 C 4003 Heights 4172 二空观人空观和法空观。观五蕴之中无人我故，不见有众生相，名人空观。观五蕴诸法，但有假名，并无实体，
不见有法相，名法空观。32004188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8分50秒 GMT 160761 4751912 CA 003 Heights 4188.9 二持指持合作持，指持是持此戒以止恶，亦即诸恶莫作之意。作持是持此戒以作善，亦即众善奉行之意。此指持与作持二门，可以摄尽一切的戒律。2328A 193 BA 243 F14 F18 D 62 FC 218A 5D 54119320052199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8分46秒 GMT 17 0年5月517 4751912 C 6003 Heights 521991二门遗流转门和还灭门。一切众生造业受生死，叫做流转。行者修道正涅槃，叫做还灭。二圣道门和净土门。行人在此娑婆世界理解佛法，先断惑而后正果，名圣道门。若依弥陀愿力，往生极乐世界，的不退转，直至成佛，名净土门。三福德门和智慧门。在六度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五度是福德门。般若一度，也就是明白诸法实相是智慧门。四悲门和智门。悲门是诸佛菩萨利他的德行，智门是诸佛菩萨自利的德行。五行部门和圆融门。行部门又名次第行部门，为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时的满后方至佛的次序立然。圆融门又名圆融相摄门，为一位中，即摄一切前后诸位，所以一位满，皆至佛地。二门名数，唐道绰所判。一圣道门，此土由凡至圣修道之教门也。除净土三经，其余之诸经是。二净土门，往生弥陀净土而证圣果之教门也。三部经之所说是。安乐集上曰：一为圣道，二为往生净土。选择集本曰：道绰禅师立圣道净土二门，而舍圣道正归净土。教行信正六本曰：凡就一代教于此界中入圣的果名圣道门，云南行道，于安养净沙入圣正果名净土门，云易行道。有一遮全门，为遮遣其所非也，又为减却其余也。如涅盘说不生不灭真空寂灭是空门之言全，遮情门也。二表全门，为显其所是也，又为直视自体也。如涅盘说常乐我净三德密藏，是有门之言全，表德门也。此遮全表全之名，出于法相宗。遮情表德之目，出于华严宗。宗径录34，辩空宗性宗之相违，其实义中之第六，遮全表全义者，遮为显其所非，表为显其所是。又遮者减却诸经，
表者直是当体。杜顺之华言三类曰：一遮情，二表德。言遮情者，问缘起是有耶？答不也。即空故。中略二表德者，问缘起是有耶？答是也。患有不无故。是权与前遮权二门之意相同，故此二种为显教诸宗所通用。然则遮权表权为言权之相违，遮情表德为法体之相违，其义则异也。故诸宗通用之。真言宗用此中华言之遮情表德以为简别显密二教之称目，为一切之显教为遮情门，故所归为无相之义理；密教为表德门，故自始即行三密之事项。二教论曰：中观等习诸细论，即灭绝理以为宗籍。如是之意亦皆是遮情之门，不是表德之谓。密藏宝要上曰：显要浮沉，真言开库，但此为显密相对一往之判。若就自宗言，亦有遮情表德之二门。胎藏界为表德门，以性具之实界为体，即多法界之法门也。金刚界为遮情门，以无相之一致为体，即一法界之法门也。有一基门，法华经中前14品之所说者；二本门，法华经中后14品之所说者。见本机条。有一义直门，佛欲众生不造重罪，使恶逆之众生不得往生净土，乃一指彼之教门，是佛之大智也。二摄取门，即恶之众生念佛则得往生，乃摄取彼之教门，是佛之大悲也。是善导会大观二经相违而判释者，诸家立种种之意而会之。观经散善义曰：问曰，如48愿中，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不得往生，念此观经下品下生中，减谤法摄忤逆者有何异也？答曰：此意养就一指门解。如48愿中除谤法忤逆者，然此二业，其障极重，众生若造，直入阿鼻，历劫周障，无有可出。但如来恐其造思二过，方便只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赦也。见群疑论3，探要6，散善记3。又华严易经，具行部圆融之二门，皆能通入法界。一行部门，行者行列，部者分部也。经中广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的等觉妙觉之42位法门，由浅至深，行列次第分部，故曰行部门。二圆融门，经中又名法界之理，圆融无碍，于前之42位，随举一位，而该摄诸位，谓之圆融门。如说出发心时变成正觉是也。为是别教原教之差别。见天台之华严大书一。有一折伏门，折恶伏非而不假借，是佛大智之德也。二摄受门，不与物逆，善恶皆摄取之，是佛大悲之德也。止观时曰：夫经有两说，一摄二折，如安乐行不称长短是摄意，待经直持刀杖乃至斩首是折意，
虽与夺殊途，俱令利益。有一性其门，至如来之果上，则真如法性，顺于自性而起净法。所谓性海无风，金波自涌也，故为是净法也。二缘起门，真如法性在众生之因中，随染缘而起染法，故缘起之法，通于染净也。问佛果之功德，岂可无缘而起耶？答非云无缘，实由缘而起，但起意，则为缘而顺性，故废缘而但云性起。探玄记16曰：以果海身体当不可说不称机感具缘，曰愿明起，起以为缘而顺自性，是故废缘但明性起。有一流转门，无始之无明不达本觉之理性，起或造业感生死之苦果，以流转三界六道，是曰流转门。二还业门，流转之众生，厌生死之苦，修戒定慧之三学，以还归于寂灭之涅槃，是曰还业门。苦集之二谛，为流转门之因果，灭道之二谛为还业门之因果，是摩诃衍论，谓之下转门上转门。有一真如门，如来藏之一心，其体性平等一味，离差别之相，真实如常，故曰真如门，即不变真如也。不合于无明之源之真如也。二生灭门，如来藏之一心，随缘生灭，起差别之相，故曰生灭门。以真如与无明互相熏也。盖即无明以熏于真如而生流转之染法，真如以熏于无明而生还灭之净法，是谓随缘真如，合于无明之缘之真如也。然则真如门为如来藏心之体，生灭门为如来藏心之相。一切之小乘教，皆不知如来藏心之有实性，大乘中之全教，仅知其真如门之一边，而不知生灭门之一边。大乘之实教，则二门皆知。起信论曰：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有一福德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之五度为福德门，入于福德门，则一切之罪业皆除，所愿皆得。二智慧门，了知诸法之实相为智慧门，即般若也。入于智慧门，则不厌生死不乐涅槃也。见智度论15。有一戒门，二乘门。佛说涅槃经有二义：一单说常住之理，而为峻实法华所漏之机类也，因而谓之常住涅槃，名为峻实教。二为末代之众生破戒，执无常，亡失法身之慧命，因说戒成二门，属常住之命也。盖涅槃经中，欲赎灭后之众生为破戒无残，夭伤法身之慧命，而说戒律，名为戒门。欲赎为不执无常之见，亡失法身之常住，而说佛性常住之理，名为乘门。因而谓之赎命涅槃，名为福律说常教。是谦曰：赖有此经福律说常，则成戒具足。有一
悲门，诸佛菩萨利他之德也。为大悲之故，永度众生而不住于涅槃。二、智门，诸佛菩萨自利之德也。为大智之故，自断惑业而不住于生死，是一双不离之德也。有一、定门，智照法界而心性常湛然，为之照而寂，是诸佛菩萨之定门也。二、慧门，心性虽湛然不动而常照法界无谬，为之寂而照，是诸佛菩萨之慧门也。是一双不离之德也。报恩记曰：观音是智为弥陀如来悲智二门。From 佛学大辞典。3200415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48秒 GMT 1600年5月13 475 192 C8003 Heights 4157。二、流顺流和逆流。顺流是流转于生死的因果，逆流是还归于寂灭的因果。232D1D6C3077485E122B475D664F12385C5D1F485C013B313C5D1F485C013B313C5D1F485 Goldface 1320041157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9分 GMT 16:0485 475 192 D4003 Heights 4115 二、归戒皈依佛宝和僧宝的戒法。3200415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54秒 GMT 1600年6月0F-475,192 C1003 Heights 4155二、苦内苦和外苦。内苦有二种，即一切疾病为生苦，忧愁及恨为辛苦。外苦也有二种，即盗贼虎狼之害和风雨寒暑之灾。32004235 OK9 text 斜線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8分56秒 GMT 160901 475 192 D0003 Heights 423521正命时和邪命时。正命时是比丘按照佛制，以乞食来滋养色身，清净延命。邪命时是比丘不依佛制，以四邪或五邪之法来求取活命。二法喜时和禅悦时。法喜时是听了佛法，心中欢喜，善根增长，滋养慧命。禅悦时是修禅的定，心生一悦，安乐自在。320042173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点59分 GMT 1600年8月7日负475192 D 4003 Heights 4217-3。二圣声闻乘合缘觉乘。凡属修四谛法门而悟道的人，总称为声闻乘。凡属修12因缘而悟道的人，总称为缘觉乘。以上二圣又分为语法二圣和不语法二圣两种。语法二圣是声闻缘觉二小乘，迷执自法，而于大乘法空之妙理。不语法二圣是与语法二圣相反，他们善知理法，进入大乘的境界。232 CEC 311 D 934 A 8 BC 8 EA 6107 C 45377 V 24 C 12 32 C 37 D 2 B 29 C 3 F 75 FF 2 B 238 C 9071 Boldface 8 D 2321 83 F 8 F 89D 46167 CF 0315 D 41106 CV 42326 D 214121 3038 A 9 F 9 A 5 D C 959 B 44 F C D 3200 4212 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01 December 2007 16点59分02秒 GMT 1600年8月4 D 负475192 D 6003 Heights 4212-5。二修一专修和杂修。专修是专修一善，杂修是诸善兼修。二事修和理修。事修是注重事相的修法，如把作所善事念念于心，急着相而修，此种修法只能获得世间的善报，不能出世间。理修是注重理性的修法，如把所作善事以三轮体空做观，不着于人、我、法相，这种修法能了生死，证涅槃。三真修和缘修。真修是地上菩萨证真如之后无修的行法，无心无作；缘修是地前菩萨缘真如而有修的行法，有心有作。3200 4134 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01 December 2007 16点59分04秒 GMT 1600年5月3日负475192 D 8003 Heights 4134-1。二悟顿悟和见悟。顿悟是顿时就能开悟，见悟是逐渐才能觉悟。3200 4154 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01 December 2007 16点59分04秒 GMT 1600年6月0 B 负475192 D 8003 Heights 4154-7。二根一利根和钝根。利根是指根气很锐利的人，钝根是指根气很迟钝的人。二指男女的二根，亦即男女的生殖器。3200 4374 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01 December 2007 16点59分10秒 GMT 1600EA
475192193 Heights4374 二真如一随缘真如和不变真如，随无明之缘而起九界的妄法，叫做随缘真如，虽随缘而为妄法，但其真性不变，叫做不变真如。因随缘真如故，真如就是万法；因不变真如故，万法就是真如。二有垢真如和无垢真如。有垢真如是众生所有的真如，无垢真如是诸佛所显的真如。三在禅真如和出禅真如，这是有垢真如和无垢真如的别名。四生空真如和法空真如。空人我之后所显的真如叫做生空真如，空法我之后所显的真如叫做法空真如。五一言真如和离言真如。真如之体本来就是离言词之相和心念之相，叫做离言真如，依假名之言说而显其相，叫做依言真如。六安立真如和非安立真如，这是依言真如和离言真如的别名。232054410855 C 41 V 20 V233 8006 FB 7622325 00 B 26 CF 3111123 B 38371 B 0F 0F 21 V 77 C 2325 6 B 10931 Flockout 5E29 B 653 711 D 2016 A 2327 A 34 ACF 724 D 6F 2 900750 ABD 8 C 23 F 3200 4173 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9秒 GMT 16 年6月 C5 475 192的 C003 Heights 4173 二般若一共般若和不共般若。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通教，对声闻缘觉菩萨三圣而说，亦为三圣所共同修正，故名共般若。不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别圆二教，只对别圆之二菩萨说，不共于声闻缘觉二小乘，故名不共般若。二实相般若和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就是窥见心性，彻证实相的智慧；观照般若就是观照实相的智慧。3200 4154 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9秒 GMT 16:0607 475 1912 D003 Heights 4154 3二执我执和法执。我执又名人我执，即执着人有一实在的我体。法执又名法我执，即执着一切法都有实在的体用。3200 4149 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9 秒 GMT 16 年5月 D9 475 192 2003 Heights 4149 7二众道众和俗众。道众是有道行的大众，俗众是凡俗的大众。
2326517法8 172B458C772B3B3B2B17205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59 26秒 GMT 17:04640 4751921100 Heights 5179 84二教以显教和密教。显教是显明易懂之教，如应身佛释迦牟尼如来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教法事；密教是秘密难晓之教，如法身佛大日如来所宣示的一切内证真言教法事。二见教和顿教。见教是由浅入深，逐渐使人觉悟的教法。顿教是直说就近要理，立刻就能使人觉悟的教法。三律宗判如来一代实教，为化教与智教二类，化是化导众生，凡诸经论中所示禅定智慧的法门，使人断惑证真者，都是属于化教类。智是制定戒律，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为佛所制的律仪，所以统众防非者，都是属于智教类。二教名数，一显教，二密教。显教之判，有天台真言之别。天台就释迦佛之说法做法而立显密二教，盖以对一毁大众显露说法，使彼此相知者为显露教，此时更密对于众说法，使一毁之人不能知之者为秘密教。如鹿园之会，8万诸天得闻生法，故在我为显露教者，于彼为秘密教。在彼为秘密教者，在我则显露教也。法华玄义一曰：如来于法的最自在，若智若机若实若处，三密四门无妨无碍。此作说顿，十方说见，说不定，顿作不闻十方，十方不闻顿作。或十方说顿，说不定，此作说见，个个不相知闻。于此是显，于彼是密，或为一人说显，或为多人说见，说不定，或为一人说见，为多人说见，个个不相知，互为显密。或一作黑，十方说，十方黑，一作说，或俱黑，或俱说，个个不相知，互为显密。又真言所立之显密二教，以释迦佛所说之大小乘一切为显教，大日如来所说之两部大法为密教。释迦佛为化身，化身之说法，各应所化之机而说之，其法显露而浅略，故名显教。大日为法身，法身为法乐，即